呢套係香洲區個房嚟㗎，173平方個大4房，可以睇到雲廳嘅設計加埋南北對流嘅結合，非常靚個房嚟嘅。咁我咧可以睇下佢整個格局啊。呢邊就係廚房同餐廳嘅位置，採光都係非常好嚟嘅。睇到呢個山景同小區外邊一個公園嚟嘅。呢個格局點樣呢？入門嗰度有一個花園嘅位置，加埋嗰度有一個透間嚟㗎。整個透間可以俾父母嚟住嚟嘅。咁我哋睇下佢整體個格局又點樣呢？呢度其實係一個房嚟㗎，個做成書房嚟嘅。咁入到嗰邊嚟呢，就係一個衛生間嚟啦，加埋小朋友個房。咁主人房最大嘅亮點係南北對流嚟㗎，休息區非常敞亮。然後後邊嗰條就係衛生間嚟啦，光線都係非常充足嚟嘅。咁呢個戶型係173平方，其中佢仲有一個戶型係138平方，南北對流一個格局嚟嘅，都係4房嚟嘅。佢最大嘅亮點係2梯2戶，價錢更加平啊！喺新香洲當中係數一數二個價錢，非常低個價位嚟嘅。咁2萬個價位單價，2萬個價位就可以輕鬆攞落嚟啦。最低個價錢就18000咁起步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。